老夫位居二品，似乎在大人品级之上，一律老夫不当贵。你们是怎么亡命至此的？建文4年，朝廷已经明令取缔建文年号，洪武之后，现在是永乐。那一年秋天，朝廷四处捕杀建文旧臣，我等不愿意归降，也不愿意赴死。为了躲避屠杀，我等前朝臣工们就领着家小仆从亡命到了海外。我等在海上漂流数月，辗转到了这个化外海岛。我等只想效仿古贤，持节自守，在此另立家园。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，不闻世事，终老天年而已。老夫请大人明察。现在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人？禀大人，中途难民全部在此，共有35家，男女老少233口。可是有一个人好像却不在这里，你们把他藏到哪儿去了？大人问的是建文皇上？是。禀大人，自从破功之后，我等再也没有见过皇上。老夫对天发誓，这岛上绝对没有建文皇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大明宫廷的王旗啊！大明宫廷的王旗？那你还敢发誓说朱允炆不在？大人，虽然有旗，但却没有皇上啊！我们之所以立杆王旗，是为了延续祖宗的血脉，为了恪守建文年号，也是为了向岛外的土著表明，这座岛已经是我大明的圣地了，以求避免侵扰。大人呐，我等常年孤处荒岛，家国万里，无依无靠。这一面王旗，就是我中华的命脉，是我汉人的根呐！望大人明察。郑大人，这群人都是建文的旧臣，他们不会轻易招认的。那你有什么主意？把他们交给我来审办。好吧。吴总兵，吴大人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刘国忠，你听着，我不会像郑大人那么啰嗦。闪开！朱允炆在哪儿？老夫说过，这儿没有建文皇上。老夫说的都是实话呀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你就这么纵容武宣吗？朱允炆在哪儿？不许杀人！你是谁？我是南玄公。住手！吴宣，把剑放下。
南先生，真的是你吗？我的海神爷，你让弟子找的好苦啊！请受弟子一拜。哎，请起，请起。哎，华和啊，你现在是郑大人了。当年的小太监已经登坛拜将了。好，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当初果然不曾看走眼，你小子日后真有大出息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对了，南宫，我听琼州吴家公子说，你去年病死了，葬在了珍珠屿，为什么现在？是不是一个羽扇纶巾、风度翩翩的书生？不错。哎呀，他就是海上巨盗陈祖义呀！不会吧？哎，我上当了。南先生，陈祖义他说朱允文就藏在这个岛上，是不是真的？陈祖义还说他已经找到了建文帝，他要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聚集天下忠义之师，助建文夺回皇位。什么？还有更可怕的是，陈祖义说已经和建文帝歃血盟誓，一旦光复之后，建文帝已答应内陆尽归大明朝廷，海洋则归他陈祖义，将这个盟约立为永世不移的大明国策，子孙代代相传呐。如果陈祖义和朱允文勾结起来，那真要祸乱天下了。这个江洋巨盗，果然胆略超人呐！依我看，陈祖义他根本就没有得到朱允文，他是在虚张声势。郑大人，我看这完全可能。不过你仔细想一想，虚张声势也是一种声势啊。在茫茫大海上行船，靠什么呢？一是靠帆，二是靠风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生与世。你说的对。陈祖义有没有得到朱允文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已经打出了建文帝的旗号。到那个时候，海盗们可就要摇身一变，自称是大明义军了。郑大人，如果你真能剿灭陈祖义的话，海岛上的千万户渔家都会感激你的。这南洋、西洋、东洋上的所有海国君王也会倾心拜服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多谢南宫，请南宫与我一同登宝船，我想好好的拜谢你。好，走。此船造于大明龙江船上，长44丈，宽17丈，高6丈8尺。这是大将军炮，口径6寸，每尊重达5500斤，一炮发出天崩地裂。南宫，再看这座尾舵，它是用千年铁栗木打造的，高3丈2尺，坚韧无比啊！好啊，老夫航海几十年了，东西南北各洋上的船我都见识过，但这么大的宝船，老夫别说见了，想我都不敢想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的宝船虽然巨大，可就是缺少一位精通饲养的海神爷啊！郑大人，
我一看见这吊龙啊，我就难过。我在陈祖义那里也曾经进过吊龙。哎，郑大人，这岛上根本就没什么见闻皇上。他们这些前朝遗民之所以亡命天涯，就是为了活命罢了。我想他们这些人再也不敢踏入中土一步了。他们的子孙后代常住此地之后，就会化为当地的土著，以后最多只记得自个儿的祖先曾经是个汉人而已。他们只能以海为生，自食其力，自生自灭，苟活繁衍。郑大人呐，他们永远无害于大明了，为什么大明还要恨他们呢？开路！永乐4年2月21日，于万安岛发现前朝移民230余口。大明正使郑和奉旨代行王法，依律审办。我皇上严旨，凡是拒不归顺的前朝遗臣遗属，均就地处置，绝不宽恕。念尔等已经逃出中土，亡命天涯，因此准予从宽惩处。请问，你们可愿意归降当今皇上，甘为海外顺民？如果愿意，则既往不咎，本使可赦尔等无罪。不，刘国忠，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固执，害了数百难民。我不是固执，是无路可走啊！请问郑大人，我们怎么活呀？我们千难万险漂流到这儿，刚刚落地生根，房子就被你们烧了，粮米通通焚为灰烬，我们饥寒交迫，一无所有啊！不管你郑大人赦免还是不赦免，我们都是死路一条啊！吾皇怀柔天下，恩及四海，着所有移民听令。即日起，凡愿意留在本岛为生者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每人赐粮米5担，棉布10丈，丝绸8尺，稻种3斗，以助尔等谋生。郑大人，还有，赏你们渔船5艘，渔网50张，还有锅碗瓢勺、油盐酱醋、梨厨刀具、茶叶、中药，包括针头线脑，凡是过日子用得着的东西，都适量赏赐。郑大人，你这是救命的菩萨呀！不敢，本使只是代行王道，你们要谢，就叩谢圣上天恩吧。臣子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王大人，这些海外子民怕是都饿了，叫厨房赶紧派出酒饭来，让他们好好吃一顿。是，遵命。谢郑大人。郑大人，在下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有话只管说吧。前天，我们和陈祖义在海上相遇，我说那是海盗船，你说他是吴公子。
是，我错了，你怀疑的对。我要求将此事载入航海日志，日后已被皇上预览。可以。皇上曾经下过严旨，令我们搜拿朱允文及其党人，而大人今日所为，却近乎不必吞吞吐吐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大人所为，近乎是背君脚趾，私纵叛逆。吴轩，你听着，我是大明正室，有代行王道、立即专断之权。再者，以他们现在的处境，根本就无害于大明。天日昭昭，皇恩浩荡，为何不能赐其一条生路呢？更何况，他们也是中华的血脉，大明的子民。你郑大人在皇上面前是循规蹈矩，到了海上却一意孤行，你处处冒犯皇威。对此，在下日后不敢不向皇上禀报。悉听遵命。在下告退。慢着！吴轩，我是正室，你是副使，我不管你的心里怎么想，可在行动上，你必须要服从于我，明白吗？遵命。你都听到了？听见了。今天之事，令大人光彩无限，吴轩却蒙羞受辱了。大人恐怕今后与他更难相处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是找到了南轩宫吗？有海神爷领航，我们就不必守吴轩掣肘了。可南轩公愿意加入咱们大明船队吗？我想他一定愿意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咱们这艘宝船将会是他的家，又是他的命。我们太需要他了。南宫，这是我们宝船的总舵舱，请。哦，真大呀！哈哈。郑大人，你这是……南宫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开岛上的老屋，所以只好把你的老屋完整的搬到宝船上来了。希望今后这里就是你海上的家。哎呀，我说郑大人，你这不是逼老夫？哎呀，你叫我说什么好呢，我的郑大人呐！南宫啊，我知道你虽四海漂泊，其实心中也非常的寂寞。我郑和虽然贵为国师，可是我也是一个天涯寂寞人呐。你我为何不彼此为伴，纵横四海，共同为我大明创造亘古未有之功业？再说了，在茫茫大海上，知己难逢啊！有你在，咱们师徒两个可以在这宝船上谈古说今，品茶饮酒，既得人生之醉，又可以解心灵之痛。不瞒你说，这也是皇上的意思。
总舵南玄宫，拜见国师大人。南宫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南宫，正和，多谢南宫了。南宫啊，你快给我讲一讲，这些宝贝怎么用啊？对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来，请我跟你说，这叫浮水罗盘。浮水罗盘，对，你看，这叫千星图。还有，你看，这个叫更漏桶。更漏桶，这些如同神灵之气啊！有了它们，即使我们航行万里，也不会迷失方向了。这些东西可都是祖宗们留下的宝贝啊！如果浮水罗盘和千星图配合使用啊，我们船队航行在茫茫的大海当中，也能认出所在的方位，绝不会迷失方向。南宫啊，你有这么多罕见的才能，如果不用的话，确实太可惜了。还好，现在我们大明宝船，正好能配得上你的本事。郑大人呐，我这辈子愿随你走进天涯海角，咱们一同为子孙后代闯出一条路，闯出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。大人，你可要回来呀！我们等着你。你可要回来呀！我们等着你。二叔，上，来，走。上，快上！吴哥，这些日子委屈您了。来，兄弟我敬您一碗。差出来办差好，省的是乌克贝的气，是吧？是啊，喝，来干！来，这，海贼上来了！快迎敌呀！快起来！
好，中土火器，天下无双啊！公子，怎么处置他们？二叔，你看呢？哼，老规矩，砍了算了，省得麻烦。这一次，咱们是与郑和相斗，就不能怕麻烦。把他们都塞到底舱里去吧。好，这些人留着有用。哎，押到船舱里去。起来，起来！海贼！我大明战船遍布四海，你敢伤爷的一根毫毛，定把你千刀万剐！别动！兄弟，中土的千刀万剐，在海外根本就无足挂齿。你听说过穿仙界海吗？穿仙界海是伯尼人对待仇敌的一种极刑。先饿你们几天，让你们把肚子里的东西都排干净了，再用一根竹竿插进你们的肛门，进入腹中，穿心而过，直到从口腔里面穿出来。哦，对了，就像你们中土的那种穿糖葫芦，如果你命大的话，这时还没死透呢。恶贼，天诛地灭！本公子要是不饿的话，那还配叫混海龙吗？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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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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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啊！放开我！这不是麻纳王储吗？多日不见，多有得罪。陈祖义，你竟敢杀了那么多大明水手，郑和饶不了你！哎，王储殿下，你说错了。这些人可都是你们伯尼人杀的。什么？你想把这些人命栽赃到伯尼国头上？你想得美！只是一个想法而已，究竟怎么着，慢慢再商量吧。压下去，走走。南宫，我眼睛不行了。哦，要我看，
南宫啊，我们每到一地，就增补他一处。我想用不了几年，船队就有可能将天下的汪洋大海、海外各地全部走遍了。那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全部划入我们大明的航海图里了。哎，郑大人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老夫年轻的时候啊，曾经有一个宏愿呐，就是要走遍天涯海角。年纪大了，才知道那只是痴心妄想。你知道是为何吗？因为航行过的海洋越多，就越觉得它无边无际、无始无终。天涯之外还有天涯，这大洋之后呢，还是大洋。哎，就说咱们这儿44丈长的宝船，它够大吧？其实只是沧海一粟，渺不可言呐。哎，老夫航行了大半辈子了，现在看来，哎，就拿咱们这航海图来说吧，哎，也只不过是巴掌大的一块地方。南宫啊，你言之有理，却不尽然呢。正何以为，海虽然无边无际，但是人也有千秋万代。对呀，如果我们的后代接过我们的图志，然后再造更大更大的海船，一代代航行下去，一定能穷尽天涯。哎，郑大人的雄心，老夫我佩服啊。因此，比海更大的应该是船，哪怕是一叶扁舟，也比这汪洋大海更大。一颗人心，一口志气，也会比天下更大。郑大人，你容我说一句砍头的话吧。什么话？你呀，不像个太监。那我像什么？像个帝王，像个海上帝王。南宫啊，这非正合之为，实乃皇恩浩荡。哎，对，这个我懂。伯尼国到了，伯尼国到了。公子，真是伯尼国到了。我是陈祖义，你们的老朋友，怎么，不认识我了吗？这是给你们的礼物，拿去吧。
陈祖义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拜见伯尼王。什么事？帮助贵国驱除灾难。我看你就是灾难。现在不是了，因为有一个比我可怕1000倍的灾难，就要降临到伯尼国了。嗯。 陛下，陛下，有什么事快说。混海龙陈祖义来到伯尼，请求拜见陛下。这个恶道，他来干什么？他说，灾难即将降。那他人呢？正在宫外待命。叫他进来。是。请陈祖义占所有的海洋。 把各国的王公百姓都变成大明的奴隶。陛下，伯尼国危在旦夕。不可能！永乐皇帝刚刚登基，我就派王储前往大明恭贺，以叙传统友好。我们伯尼国一直与大明和睦相处，中土谁做皇帝，都愿意把伯尼国作为朋友。大明船队 不会侵犯我国的。在下斗胆问一声，麻那王储现在何处啊？快回来了。禀大王，您的王储已经回来了。在哪里啊？在海边。 3天前，我们在万安岛海湾发现了一片浮尸，捞起来一看，内中竟有你们的人。我们正要登岛取水，却看见大明的兵勇已经把全岛占领了，正在追杀岛民。出海渔人传来消息，大明船队确实到过万安岛。我见他们人多，只好扯帆。这时候，2条大明的战船已经追上来了，我诱他们到暗礁区，撞沉了一艘，还有一艘抵挡不住弟兄们的攻杀，被我俘获。但是，麻那王储恐怕早已经让鱼给吃了，连尸骨都没有留下，惨呐！ 麻那，我的好儿子，我要为你报仇！陛下，那就是大明的恶贼。把他们穿心祭海，为王储击还！ 大
郑大人，西南方已见陆地啊！哦，我看看。哦，伯尼国到了。进入海湾后，升大明黄旗，放出号炮，让伯尼人知道，大明船队即将接岸。在下已经吩咐过了。那好，景洪啊，咱们迟到了半个月，马纳王储肯定都急坏了，准备更衣上岸吧。遵命。禀国使，已经1个时辰了，伯尼海岸无船来迎。南宫，难道我们驶错了地方？没错啊，这就是伯尼国。你看到那最大的港湾了吗？它叫大鸭湾，海湾往北50多里，就是伯尼国王宫了。那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有啊，郑大人，这种安静就是最可怕的反应啊！各位大人，请细看，那些村镇里，既看不到炊烟，也不见人迹，甚至听不到鸡鸣狗吠。我估计啊，伯尼人他们已经放弃了海港，伯尼的男女老少都藏进深山里了。这是为何呀？他们可能把我们看成仇敌了。这伯尼人呐，一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们绝不会撤离家园的。伯尼国的人生性直爽，他们如果把你当朋友，就舍得把心肝摘给你；要是把你当成仇人，那可真是凶暴至极呀，非杀尽仇人的全家老少不可。我听说，那个伯尼国的国王都快70岁了，还骁勇得很，连陈祖义那帮海盗都被他屡屡追杀呀。南宫，我们现在就登岸，他们会怎么样？我们若不请自入，将凶险莫测呀。南宫，现在大明船队的黄旗已经升上桅顶，号炮也放过了，应有的礼仪我们都已经做了。况且，我们并非不请自入。吴轩，在。即派有关人员，分成10艘舢板，随我登岸。遵命。传令，备船登岸。备船登岸。陈祖义说，郑和的船像一座山那么大，我还以为他想威吓我们，现在看来，他说的是实话。这么大的船，大明人是怎么造出来的？陛下，请看，那船上还安着许多巨炮。如果郑和来善意寻访，那根本用不着那么大的船，那么大的炮啊！奴仆认为大明人确实有祸心，他们想用这些巨船利炮来攻占伯尼呀。哼，他们胆敢进攻的话，我非杀尽他们不可。陛下，郑和要发动攻击了。我看见了。他们的兵勇每个都佩戴盔甲，所持的刀枪兵器也比我们的兵器长许多呀。这个嘛，我倒没看见。
我只知道伯尼勇士的刀锋，不怕任何妖魔鬼怪。众神在天上护佑伯尼。停止前进！郑大人，您看那边。郑大人，他们好像全是护送玛纳王储的水手啊！是吴勇。这就是伯尼人对待他们仇敌的办法。他们把人像鱼竿一样钉在柱子上，活活的晒死。岂有此理！大明历来厚待伯尼，本时还特派战船护送王储归国。他们竟敢如此屠戮我们的人，简直是禽兽不如！郑大人，这不仅是大明船队的耻辱，更是我们大明朝的奇耻大辱，非讨个公道不可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牛的鬃毛。鬃毛？对，伯尼人在向我们发出警告，意思是我们要是不后退，他们就像宰牛那样，把我们的头砍下来。勇敢的孩子们！拔出你们的刀，张开你们的弓，众神护佑我们！伯尼人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每一寸土地！他们在喊什么？他们的意思是杀，杀！看来他们不知道我们大明团队的厉害。
依我所见，郑大人，郑大人，这怕是误会。郑大人，不能上当，这是伯尼人的剑，这是海盗们用的剑。这支剑比伯尼人用的剑更短、更粗、更坚实，只有在海战的时候才用这种剑呐。这证明陈祖义肯定到过这里。难道吴勇他们是陈祖义杀的？哎呀，郑大人，你比我更清楚，那个陈祖义的阴险毒辣远远超出常人呐！停止前进！停止前进！前进！从迪安开始，我就一直不解，玛纳王储为何不来迎接我们？伯尼国为什么突然之间反目成仇？现在看来，恐怕都是陈祖义的奸计。其实是他袭击了使臣船，杀了吴总旗，也有可能已经杀了玛纳王储，然后让伯尼王造谣生事，挑拨离间，让他与我们为敌。郑大人，我兄弟就这么白死了吗？水师兄弟们竟然被川心击海，他们的仇就不报了吗？不报了吗？吴宣，吴总旗不是伯尼人杀的，陈祖义才是真正的凶手。伯尼王只是受其利用而已。如果我们一怒之下进剿伯尼国，那么南洋所有的国家都会闻风丧胆，他们会被迫连为一体，倒向陈祖义，共同抵抗我们大明。那时，我们的奉恩巡使怀柔远人就变成了四面树敌。这不但背逆了皇上的旨意，而且我们无论航行到哪里，都将会凶险莫测。不知大人有何决断？收兵回船，离开伯尼，巡视下一个国家，设法找到陈祖义，消灭这个恶魔。大人，如果就这样收兵回船，水师官兵是否能心服啊？军令如天，不服也得服。我等身为大明国使，当持王道而巡四海。王道者绝非霸道，如果恃强凌弱，任意杀戮，岂不如同海盗行径吗？传令，即刻返回船上。谁若敢伤及伯尼国一草一木，军法处置。遵命。吴宣，归船以后，本是将隆重祭奠吴勇等遇难兄弟，并犒赏水师各级官兵。遵命。郑大人，您可真是心胸万丈啊！此举也说明我大明船队恩威齐天呐。对，恩便是威，威便是恩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好像是在退兵。郑和不敢和我们交战。听陈祖义说，郑和是个被阉割掉的男人，是不是啊？陛下说的是，在大明皇宫里，这种人叫做太监，不男不女，不阴不阳，是专门给皇上倒尿罐子的。怪不得没有大丈夫的气概，胆小如鼠。
我大明船队乃和平使者，奉大明永乐皇帝旨意，巡视海外各国，怀柔远人，恩及天下。我等此行贵国，是以仁义为本，行天道，剿海贼，愿与贵国通好，共享太平繁荣。盼伯尼王明察是非，知善恶，明利害，万物再被陈祖义利用。自此稍赐薄礼，以示中土天朝宽容诚信之意。大明国正始，正和锦上。孩子们，胆小如鼠的大明人吓跑了，我们胜利了！陛下，哼，快念给我听。我等此行以仁义为本，行天道，剿海贼，愿与贵国通好，盼伯尼王明察是非，知善恶，明利害，再不要被陈祖义利用。特此稍赐薄礼，以示大明宽容之意。大明正史郑和，总旗官吴勇，精忠报国，功勋卓著，擢加升3级，即为水师副将，赏蓄银3000两。殉职官兵王毅、李大文各加升2级，赏蓄1000两。吴将军，起来吧，起来。吴将军虽然蒙受丧帝之痛，
却以大局为重，严守法度，忠勇之心昭然，堪为水师官兵之楷模，本使极为感佩。多谢郑大人。令弟的序银，也请吴将军代收下来吧。全把序银分给其他殉难的兄弟。舍弟为国而亡，无怨无悔。鸣礼炮，为死难的弟兄们送行。陛下，大明的火炮竟有这么厉害！陛下，郑和是在警告我们，他要是朝我们开炮的话，我们早就被炸碎了。这不是火炮，是礼炮，陛下。我相信大明船队有威力无比的火炮，但是他们却放弃了武力。看来大明船队的人并不想对我们实施攻击，那为什么要杀了我们的使节？我的儿子麻纳，到底在不在他们手里呢？陛下，臣以为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，我们不应该完全相信陈祖义的。可我已经杀了大明船队的人，这个仇算是结下了。陈祖义确实罪大恶极，但是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往锚地，补充淡水，然后再寻找机会将其剿灭。施公子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臣贼不灭，施某有家难归。我愿带你们去救港。好，即刻起航赶往救港。现在本使发布饮水令，从今日起，全军限制饮水，值更水手、舵手每人每天1瓢水，其余人等，从本使到每一个官兵，每天半瓢水。船上所带的猪、牛、马匹等家畜，也类同此类。记住，谁胆敢违令多饮，立斩！郑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南宫说要起风暴了。南宫，哦，外面风头正劲，船行如飞啊！郑大人，这船速这么快，绝非急兆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测速。好了吗？都好了。准备，开始。1丈，2丈
3丈，5丈，38、39、40，停！郑大人，咱们现在船的速度每时辰达30多里啊！航行这么快，岂不赶上骑马了吗？比骑马还快，而且海流还在加速呢。什么事啊？郑大人，你看，突然来了一股怪风，把桅杆都给刮断了。哎，郑大人。昨天您下令的时候，有句话我没敢说呀。什么话？应该暂缓起航。为什么？郑大人，就是这片海域情况极为复杂，特别是在2、3月间，看，从北方来的寒流和南洋的暖流搅合在一起之时，往往形成巨浪。要是再遇上暴风骤雨，船队就危险了。我们奉旨出使，首先就要征服大海。你看看这天光和水色，就是风暴来临的前夕征兆。风小了一些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，1个时辰之内大风暴必到。那怎么办？赶紧示警，命令各船拉开航距，半帆行驶，避免碰撞。总旗官，在，升起风暴警旗，向各船鸣笛示警。遵命。风暴到了，抗风操作。船队现在已经迷航了，吴将军，快下令改航吧！弟兄们的生死全靠您了，快下令改航吧！将帆左舵，偏锋行驶。遵命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不好了，吴大人下令改航了。他下了什么航令？郑大人，他要降帆左舵，偏锋行驶，他想靠近海岸，躲避风暴啊！郑大人，万不可更显一辙呀！哎呀，郑大人，这下行驶令是在走绝路啊，只怕会葬送整个船队呀！现在船队已陷入险境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既然已经陷入风暴了，就得顺着风暴性子来行船，在风暴里绝不能降帆调舵，只能逆风而行，才可能穿越险地呀！你要知道，在风暴中，船是不可能失去帆力的。海船要是一旦失去了帆力，那就更容易被海流和巨浪掀翻。在风暴中，船也不能靠近海岸，否则难免触礁。黑暗中行船，更不能随意转向。
可别忘了，咱们这是庞大的船队啊！你转他不转，那非撞船不可呀！郑大人，郑大人，郑大人！大家听着，本使现在已经收回了吴宣下的号令。不行啊！现在的总指挥是南总督郑和，你一意孤行，背指专权，水师兄弟们早就忍无可忍了。把他拿下！遵命！谁敢和吴将军，老子和他拼命！我告诉你，郑和，战船上都是我水师的官兵，你可别逼他们造反呐！绑了这2个叛逆的旗官，拿下吴宣！别动！郑和，我是皇上亲命的副使，你们谁敢不法呀？押进底舱！郑和，都放开我！郑和，南总督，快下号令吧！是。现在，全体听令，升帆帆，直尾舵，一风南行。向左，用力啊！再向左翻，用力，坚持住！石七叔，我真佩服您，您怎么能把我父王看得那么准呢？哎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您跟我父皇真是一条心。从南征到劝进，您对我父皇那真的是没得挑。石七叔，从今往后，我心里头最佩服的人，第一是我父皇，第二就是石七叔您了。高兴啊，你就别给你石七叔戴高帽子了，日后石七叔还指望你呢。哼，石七叔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呀？怎么说的？从靖难起兵到攻破南京，谁经的阵仗最多，谁立的功劳最大，谁冲锋在前，谁能几次救了你父皇的性命？高希啊，想想吧，什么叫胸怀大志？什么叫一飞冲天呢？啊！高希啊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在你们兄弟当中，石七叔最看重的就是你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哼，不知道。来，照照看。看明白了吗？只有你才最有你父皇的风骨啊！啊，高希啊，
啊，我记得你黄爷爷早年夸过你父皇的一句话：只有皇四子最像朕。怎么样？现在都应验了吧？石七叔，别看我是个粗人，但是我可不笨。我明白了，您要说上马拼杀，阵前搏命，我还真不怵谁。可就是书读的少了点儿啊。我以后要是碰到疑难之处，还望石七叔不吝赐教啊。侄儿这厢有礼了。哎呀，高希啊，你这就是抬举你石七叔了。再怎么说，石七叔也是日薄西山，廉颇劳役喽。我只求将来你能替石七叔说句话，你父皇高抬贵手，让我回大宁好好养老，图个清静吧。雨停了，快出来吧！